今日咧5月26號星期二啦，咁距離小朋友咧放暑假咧仲有1個月到嘅時間，其實應該剩翻4個禮拜到嘅啫。咁就有1年噶啦。嚟緊小朋友咧應該放暑假咧，睇下佢哋自己選擇有啲咩活動啊。咁可能會去碌下保齡咁樣啦。呢度咧有個活動咧，就係小朋友俾咗錢去碌保齡咧，咁可以咧揾一個大人去陪佢一齊碌嘅。咁咧就成季咧就免費嘅。即係你俾咗一次錢，咁都幾抵玩嘅。因為如果你逐次咧，可能幾蚊咁樣，但係如果你成季咁一次過俾咧，就可能俾30-40蚊，40蚊啦你當。咁如果你每一次要自己自費的話咧，5-6蚊都少不免啦。一大一細咁樣，其實去咗幾次嘅啫。咁如果你當係一個活動啦，暑假嘅咁樣，或者之前上年都有嘅，我哋都就參與呢個活動。咁都唔使多嘅，1個禮拜去一次都回到本嘅啦。咁我叫做出下街唔使成日喺屋企嗰度咁樣，都有啲嘢做下啦。咁當然除咗呢個之外，可能都溜冰啊，呢個都係一個選項嚟嘅。咁佢每1個禮拜咧，其實返學時間咧至少就有1日咧係平啲嘅，有1節。咁我可以選擇去嗰一節去到溜冰啦。咁上唔上堂咧就睇返自己小朋友選擇啦。好快啊！今個星期5咧又話放假啦，又話有嗰啲教師發展日放假。因為佢呢間學校咧之前就冇同其他學校一齊放，因為咧佢呢間學校咧就係有嗰個 IB 個課程。咁 IB 課程咧啱啱響上個週末咧，上個星期5咧應該都仲係考緊公開試啊，所以咧佢哋學校就冇得放假，褪到今個禮拜先放假。係啦，都可能少啲人喺街上面咯。如果人哋唔放，佢放的話，如果要活動就輕鬆啲啦。到時睇下有啲咩活動去做啦，都係呢度就係咁樣，即係你有好多自由同埋空間俾大家去做嘢嘅。咁當然想做咩啊或者咩咁，就可能由父母啊或者朋友啊去大家去鼓勵對方去做啲咩活動啦。好啦，下次再傾。